竹枪是北台湾清早开发的市镇，有丰富的人文历史。以下的新竹韩国是科技至上，有新的有趣的东西，搞制出新竹上最特别的风格。在丘上去地动的东门市场，你看得到新竹发展的过程。东门市场在日本属于1900年成立的，1977年改建做以下地方3楼、地下1楼的建筑。1楼卖香水水果、炒货，2楼是给当时新竹清代的古董事业，3楼是音乐艺术相关的店面。咪是全台湾第一个综合性的市场，而卖精品、外国货、世界深入错的。给当时新竹连百货公司如摩天福台、东门市场啥有哦。给时节去菜市场朝天福台是很过时尚的事情哦。时代改变，东门市场常常没落嘅，冇嘛人去嘅。不过店庆呢，10多年过后，更加有冇穷样嘅哟。本地路观光起来嘅铁门，有一扇扇放开来嘅。1楼多为几多后生人嘅新店面，3楼还变做后生人嘅创业基地，同时夜也闹热。今年呢，我哋路特别前面亮嘅东门市场太热，而带大家向下以昂昂啊改变过后嘅菜市嘅。告诉大家现在几点啦？哦，现在时间是晚上7点钟，我们在新竹的东门市场。OK， 东门市场呢，其实是一个很传统的市场。早上呢，大家都有在这边营业，可是晚上现在起了很大的变化，有很多青年的子弟呢在这里。那我们现在去逛一逛。好啊，走啊。全方位天花大学夫妇科学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，同时也是东门市场快门工作室的负责人。长具天天亮太阳，市场主管人就很热系地下立作法，韩国佢也是设计工作室的负责人。两家对市场都多了解，评论就叫全下率看啊，公路看的地图当然是做乜嘅。所以大家看到我们这里身后呢，就是一个生鱼片的盖饭。哦，生鱼片盖饭店。那你看我们前面这家呢，它是台式的居酒屋哦。台式居酒屋。对，它卖的不是日本的拉面，它卖的是台式的面线，而且跟很多不同的食材做搭配。哦，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试试这个面线。我想先喝杯咖啡。啊，晚上喝咖啡哦，我睡不着觉哎。睡不着觉没关系啦，我常来，陪我聊一下嘛。啊，聊天。Hello， 超帅。嗨，吃饱了吗？人人出皮到咖啡香，市场都竟然可能之间，谁件都会应该咖啡店。来哦。哦耶，喝。啊，哇，这个口感真的很像啤酒，你知道吗？我第一次喝就爱上它了，这不太像是咖啡。很可惜你们晚上不喝咖啡。为什么这杯草率特调要叫草率特调？你问了一个好的问题。其实每一个客人来这边叫他都有不同的名字，对，这是我叫他的名字，因为草率很帅，一点都不草率，所以我们会因为我们在这里发生的事情呢，然后为这个咖啡命名。咖啡店係做世界好朋友橋下規界，而啦就當夜佢就選立去諾貝協上嘅沙灘，頭一站就係去東門市場。2010年的時候，東門市場裡面其實非常的人煙稀少，对，那蛮有意思的，因为它有一些空间，有些角落，就拍照拍起来其实很美的，很有味道。好個朋友嘅幾時生意，你是睇個就透露，去年讓兩間店門水下來，就下班過後，老朋友交流嘅素材，咖啡係個為咗是係自己平台，記得想做嘅事情很難多，辦公錯、專案會，很強個國際土地記者來分享。經營一個空間，透過辦很多活動，然後跟不同領域的人們交流。我們自己也蠻喜歡音樂的，所以有辦過在市場裡面辦電音派對，然後或者是一些吉他彈唱的演出。
对面嘅面线店也动起，调价系推动机，几个面线配量各足，因想出想唔到嘅食材。还蛮创新的，因为一般蚵仔米刷不会放炸鸡或者是烧肉之类的，然后它有一些创意这样。比较属于像日式居酒屋的感觉。我觉得，拉面可以做的东西，为什么我的大肠面线不能做？所以我就想要尝试这样的变化。上肉通心卵配面线，看起来食起来都多么强肉。有想过说在老旧的市场里面会有这么样子的一间店吗？当初没有想到，也是在网络上看到这样，就是现代跟旧市场的那种冲突感，也是蛮有不一样的感觉啦。觉得很温馨，可以跟3、5好友，像我已经跟朋友、跟同事来过好几次了，就是有一种隐秘放松的感觉。在市场内的一些阿姨他们还蛮热心的，他会带客人说，哦，就是这间的面线很好吃，然后他们就口耳相传，然后就是带这些他的客人，然后成为我的客人。全国嘅日本式料理店，但暗部也係人客湊到難。日本料理对一般人印象来说很贵，你随便点一个冻饭或是寿司就要几百块。那可是你在我们这边点，可以用少的价格，那享受跟外面店家一样的品质跟服务。招牌回山度，回山強就會變都變唔落。里面有天使紅蝦、綜合生魚片，還有海膽、鮭魚卵，跟一些蠻珍貴的食材。香噴噴嘅龍肉盤，加是染水嘅腐腐椒，看到伊口水又滾。唔過基本嘅唔係配靚講染湯，專家會教伊女紅衣形容嘅是的。你知道在東門市場裡面現在最酷的是什麼嗎？是什麼？就是你可以在市場裡面的小吃攤點一碗傳統道地的滷肉飯，還有你手上的烤物，然後帶到市場裡面的酒吧配一杯調酒。這就是大名鼎鼎的東式套餐啊！原來這就是東式套餐啊！對，沒錯。David。嗨 David。你想喝什麼？我當然是一樣的啦。一樣 IPA 哦，每次都是一樣的。我想喝甜的東西。甜一點的，酒精要重一點嗎？還好，不要太重，差不多就好。差不多，要不要偏微酸？好，微酸哈。那我一樣做低渣燒給你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沒問題。甜一點，酸甜，還是我做摩希多或瑪格麗塔給你？瑪格麗塔好，比較漂亮，顏色比較漂亮。好，我今天先小杯好了，小杯，我等一下工作。沒問題，然後把他們送桌上。來紅為你的 Margarita，謝謝 David。那一般我們吃滷肉飯，我們都會配，比如說貢丸湯、味噌湯這些傳統的湯。可是，在東門市場裡面，你只要走過來幾間攤位，就會看到就是滷肉飯老闆娘兒子開的酒吧。那像我今天的心情，我想要喝比較偏酸甜的，那 David 就會推薦我，今天他幫我調了一杯 Margarita。而且吃滷飯在這非常舒適的座位上，對，讓我來介紹一下這個啤酒。這啤酒呢是水陸精釀的啤酒 IPA， 就是它有別於市面上的上架的啤酒，所以它的味道是帶一點苦澀的味道。老傳統調酒冇強容 ，David 嘅每式調酒，還就得找年下嘅時橋來調。我們會比較重酸甜，就是糖水跟檸檬。那我們希望把它味道揉成像一杯飲料，就是它的層次感或者酒感比較沒那麼濃郁或者強烈，但是喝起來會像飲料。所以有時候跟客人都開玩笑說，我這次調酒50蘭，這樣。然後大部分的話是服務熟客，對，因為可能新來客人我會介紹一次，那你來2次3次，你自在之後，你就會把自己當自己的空間。地區創態嘅 David 高中過後出從外走去，為到係佩服客人嘅田進來，佢嘅下巴本單嘅會是創自己魔法陣咧，佢嘅嚟個係啲啲開店會做冇生意，不過兩下全冇強弱。現在做得還好嘞。只要大家無聊沒有地方去的話，在這裡放鬆一下啊，就喝個小酒，喝一杯，然後回家睡覺啊，是一個消遣的方式。不一樣哦，那晚上你看一天黑以後，年輕人就一台摩托車騎進來了。我在國外的時候看到，在市場裡面喝酒，有咖啡吧、有 cheese bar、紅酒吧是正常的。市場新興的店越來越多，越來越多，可以看到年輕人願意走進市場，我覺得是蠻開心的。
後生人大類式氣象，日料鬧熱的36個搶眼基體，今日大家真是快中。现在我们走的这座手扶梯呢，是全新竹第一座的电动手扶梯。哇，这么厉害！对，在那个年代，百货公司没有电动手扶梯，反而是东门市场有了全新竹第一座的电动手扶梯。怎么会这么特别？对啊，我们就顺着手扶梯走到3楼，这个地方吼，以前铁门都关着，可是现在非常的不一样哦。没错，我们现在有了蓝蓝的工作坊，还有艺廊空间。哇，这有艺术气息。对，非常有艺术气息。我们还有一个更特别的，就是洛丽塔的服饰。哦，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租不同风格的衣服喽。对，在新竹也是应该很少见吧？对。然后再是我们来到的暗巷糕饼铺，他们采用了很多的在地的食材来做蛋糕。哇，在地食材做的蛋糕啊？对，很特别吧？那接下来快到我的空间嘞。哦，那我们就来去看一下。真的啊，欢迎大家来 ，Let's go。不同颜色的土去搅和在一起，然后让它呈现这不规则的流线状。后来用了色彩，不是市面上用的那种，好像非常鲜艳活泼的样子，我就觉得是蛮有设计感的。除了新竹菜題上嘅世界作品之外，也係好高興上嘅長日天，係那希望提供學生兒有一個展覽空間，讓學生兒也帶落來，帶着他們一起去了解這個市場，然後再把我們的設計能力付出在這個市場裡面。特別了看東浪流嘅點兒係好豐沛嘅巧妙園，完是夢想嘅素材。就是現在我覺得市面上其實很多的甜點口味是很雷同的，那其實台灣的食材也可以變化出很多有趣的甜點。用風來米粉來推麵粉，用那個來落甜嘅的，重新組合做出新滋味。蓬萊米粉它比麵粉還要保濕，而且它吃起來也會讓蛋糕更有彈性。那除此之外，我們還選用很多台灣的食材，像是艾草啊、金棗、金桔、山楂、菊花等等的。搶眼基體嘅點兒，大家無論係風景，也係賣嘅東西都冇相同，從係第一看，除非係食阿妹嘅都好嘅。那洛麗塔的風格主要分為3種，第一種的話是 sweet， 就是甜系的意思，它主要可能是粉紅色、粉藍色這種比較夢幻少女的風格，然後會有很多的蕾絲。那第二種的話是 classical， 是古典風格。第3種是哥德風，哥德風的話，它的印花可能會是跟吸血鬼啊，或是蝙蝠相關的主題。準備同埋接觸到洛麗塔文化嘅露娜，落興趣哪裡做實驗？洛麗塔服裝它是源起於日本，日本人根據歐洲的洛可可時期的服裝，然後還有維多利亞時代的女裝，演變設計，重新設計，改良成適合日常生活穿着的一種夢幻風格的衣服。老實講，新風貌，老點兒就期待，新點兒也堅持咧會發展冇強弱嘅東西。年輕朋友們也越來越多進來，在這個空間做他們想要做的事情。那當然就是有群聚效應，然後路過的人們也開始看到東門市場正在轉變，也比較願意走進來。係咪係上嘅同媽媽嘅群山嘅地話，嚟食東西啊，買菜嘅地話，後生人咪話入到商家們啊問候啊地話嗬，個做生意嘅交流啊，咪話呀。有生意要創業哦，感到很高興，替他們高興。我們也很願意說，沒關係，阿姨把那個打藥的時候，你可以擺過來，沒有關係。老攤賣的東西跟年輕的團隊賣的東西是可以整合的。那越來越多的老攤商開始在問說什麼，那未來有沒有可以介紹一些可以跟他們合作的年輕人啊，或者有沒有尋求未來可能的更創新的商業模式？這是未來可以期待的。直到東到點兒當地嘅狀況，上到搶眼基體，天熱氣也開始愛做嚟。日式頭係傳統食草，不是頭係後生機前後起嘅素材。顏彩灰灰暗暗嘅東門食草，見來見光彩，東包肉，乜嘅可能度住，出定你大家去探索去進步。